東非大裂谷，呢度最有可能係人類歷史嘅起源。所謂智人，即係解剖學上嘅現代人，已經喺度生活咗大概20萬年。呢一大片地質斷層，橫越非洲足足3000英里，由埃塞俄比亞到馬拉維，坐擁佈滿動物嘅巨大湖泊同草原，為我哋嘅祖先提供完美嘅環境，並從中進化。東非大裂谷只係個熱窩，認同喺化學實驗室，人類一直喺度接受測試，大自然不斷測試呢種生物嘅變種，嗰啲適應到環境或者周圍情況嘅人可以延續落去，而其餘嘅就會被取代。喺1997年，連場大雨令埃塞俄比亞北部嘅大裂谷傾盆而下，一層層沉積物剝落，展露出非一般嘅發現，一個人類頭骨。呢個係喺世上揾到最古老嘅其中一個智人遺骸。科學家將佢命名為 Idatu， 即係首個出生嘅人。Idatu 早喺16萬年前就已經喺呢啲山谷上行過。貝亨尼艾斯弗博士係發現頭骨嘅科學家之一。呢個係我哋發現到嘅少數標本之一，近乎完整，成個有面有腦殼。而佢最令人深刻嘅係，就算出自咁早期，佢塊面都係現代智人咁樣，個腦都係現代智人咁樣，後面嘅形狀亦係現代智人咁樣，佢根本就係我哋。Idatu 頭骨嘅結構同年期，提供咗至今最有力嘅證據，證明解剖學上嘅現代人係出自非洲。喺每個進化到現代人嘅階段裏邊，都係喺非洲發生。當我哋揾到 Idatu 嗰陣，佢嘅重要性就係將時間推前咗好多，意味住解剖學上嘅現代智人開始喺地球行走嘅時間，比我哋想象早好多。而有趣嘅係，與此同時，歐洲就逼滿尼安德特人，佢哋同智人完全唔同嘅。非洲最德高望重嘅古人類學家之一，理查德利基博士，佢同一班同事得出破天荒嘅發現，揭示出我哋呢種物種點樣喺非洲大陸進化。佢嘅研究所喺肯尼亞內羅畢，我去到揾佢。我哋點知最早期嘅人類係喺非洲大陸進化出嚟嘅？有化石證據同埋考古證據喺過去20至30年曝光，佢哋非常之有價值，測試得到又真實。咁點解呢個諗法會令某啲人覺得不安呢？喺歷史上，古人類學或者人類學最初面世嗰陣，我哋真係知得好少。非洲人一直以嚟被視為原始同未開化，邊個知會咁？而此等人類嘅起源，非洲人嘅身份係嚟自18世紀，喺正啟蒙時期夠晒諷刺。係，佢哋的確冇被視為係我哋呢種物種嘅一份子。